35歲嘅單身人士揾對象，其實咧會比30歲嘅更加簡單啊。點解呢？咁係因為咧35歲嘅人咧，大多數都經歷過婚姻，對另外一半嘅要求咧就會更加務實啦，更加注重兩個人係咪合拍，而唔係淨係單純嘅外在條件吸引。咁35歲嘅女仔咧，通常咧就已經睇淡咗好多嘢噶啦，唔會再係好似30歲嘅女仔咁要求對方又要有錢、有房、有顏值。咁佢哋更加睇重嘅咧，其實係三觀係咪一致，可唔可以一齊踏實咁樣去過日子。而且咧呢個年齡段嘅女仔、細路仔普遍咧都已經大咗，咁生活咧相對比較獨立，唔會對男方造成太大嘅負擔咁。咁前幾個月咧，我就撮合咗好幾對30幾歲甚至係40幾歲嘅單身人士，結果咧唔到2個月咋，佢哋就順利咁樣去拎咗證啦。咁樣就話明，其實只要兩個人係情投意合，年齡咧根本咧就唔係問題。你哋覺得係咪呢？咁35歲嘅單身人士係唔係更加容易揾到合適嘅對象啊？歡迎嚟到評論區同我講你嘅諗法，私信 CC 早日脫單。